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！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台南的安平。安平呢，古称王城，所以这里有很多的小吃、古迹，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人文景点哦。最近这里呢来了一个蒙娜米小客厅，它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？跟着我来，您就知道了。嗨，美霞老师好，洪老师好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我们蒙娜米乐团的洪奇美老师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一起到蒙娜米小客厅，大家请进。哦，好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嗨，老师请坐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洪老师，我觉得这个空间看起来很舒服哈。谢谢。这是一个老房子吧？对，这是我从小的成长的一个地方。哦，所以蒙娜米乐团的本身是设在你的老家。对，然后变成客厅这样子。对对，其实说这是我老家，我在大概5岁以前，我是成长在安平老街，我在那边出生的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这种是很难得的经验哈。对对对，嘿。那所以你在安平在5岁以前都在老街那边活动。对。所以你对老街的印象是什么？哇，那个门哦，那个门是一片一片倒起的。哦，我知道，就是以前那种一片把它拼起来，然后早上一片片拿下来，对，按那亏企业的店了哈，了解。哎，所以你们家也是在老街上面做生意的吗？对，我的阿公还有阿公的阿公，嘿，然后我是本的啊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在老街的外面就是批准，然后上岸之后会需要用餐，就到我阿公本的菜啊，各一类上岸的那些，我觉得渔民。那感觉真的很传统的安平，所以那时候安平跟你现在的安平的感觉很不一样，真的不太一样哈。对，我印象中，我小时候在邻居门对面的那个邻居是伪婚姻耶，哎，但现在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婚姻，就是现在的那个大波霸的缩小版，就小小颗的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然后会跟那个阿婆聊天，然后有时候早上会跟我阿嬷，然后她会带我去菜市场，菜市场就在我们家前面，再往前走。现在的那个什么，那个有剑师的那个地方。哦，我知道，就是我知道还降赛点那个地方。对，现在有很多人把它弄很漂亮的。对。可是其实以前是菜市呀。哦，了解。还有卖豆腐，我还感觉到可以闻到那个。一袋房啊，菜豆腐，然后豆腐方方的，然后刚出炉那种热气蒸的那种豆腐香，还有豆芽菜。哦，了解。所以其实您说你5岁离开那样的一个安平的老街，你对安平的记忆是很强烈的哈。对，在那个时候。所以后来你们是搬到属于现在这个地方，应该是安平比较稍微离开老街的新兴的社区嘛哈。对，在这里也有好多年的时间。哦，在您说在，就是我们现在蒙娜米乐团这个所在地。因为我是从5岁以后，我们家就迁到这里来。哦，了解。那个时候呢，其实这边都还没有房子哦，就我们家我阿公盖，就选择在这个地方买一块。其实我们从那边开车过来哈，从那远远的看到这个房子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老房子。那在这里为什么要成立蒙娜米乐团呢？因为我的成长历程，我就是走音乐这一条路，对，然后学竖琴，我超爱竖琴，了解。然后走了就是世界一圈之后，我觉得台湾很美，对，那想要把这样子的美带回来自己的国家。最好的东西带回来给自己故乡的人，其实蛮归于返乡的一种很朴实的一种情感哈。对，所以就回到台南，回到自己生长的安平这个地方。对。那蒙娜米这3个字什么意思呀？蒙娜米在法语的意思是我的好朋友。哦，所以我的好朋友，我有一个客厅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会在这边，老师您会让我们体验竖琴，对，然后也算是一个很好的据点。那如果其实很多人说，哎，我想要了解一下竖琴。你这边有一个让完全不懂竖琴人的体验课程吗？是有啊，真的。就是我们就是我带着这个乐团，然后我们会到台湾的很多地方去演奏，甚至搭船到金门、澎湖，然后到太平山。这么大的竖琴，对，真有勇气啊！游轮哦，了解。那我就觉得台湾实在太多太漂亮的地方，对。那我想要把这个东西带给大家，对，那我可以从听众的眼神，还有他们羞涩的语句，很想，那个竖琴怎么弹？
底怎么回事？对，因为其实以前大家觉得它是庙堂之高，说真的太过古典了。可是老师，我在想，你有这个客厅，就希望让它更亲近于民众，所以你还有很多体验课程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希望让那个大家只要有兴趣哈，我们就是用一个免费的体验课，然后让这个蒙娜米，我的朋友，我永远欢迎你。那蛮特别，其实我们今年南方讲哈也跟老师合作哈，我们用电影跟竖琴、绘画跟竖琴、建筑跟竖琴，还有诗歌跟竖琴呢，做了很多合作。先跟各位讲啊，这个课程真的秒杀，秒杀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蒙娜米乐团的表现太精彩了，大家都想来做客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跟老师说了，蒙娜米我的朋友，您邀请的都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喜欢音乐不喜欢音乐都没有关系。对，那我帮你邀一位帅哥。哇，太好了！这个帅哥呢，他又会写。又会弹，然后我想你是弦乐器，我就找了一个他适合弹三味线来跟你呢 PK 一下，也结交一个好朋友，他是一个日本人，叫大洞敦史。对，欢迎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来采访大洞吧，让他用三味线跟我们的竖琴来做一场欢欣的对话。欢迎。好。